岳公子，不知道你在开封府内有没有见到过御前四品带刀侍卫展昭？我没进开封府。你没进开封府，你怎么禀告的包大人？我和开封府的校尉赵虎赵四爷有过一面之交，我是请他转告的。包大人得到消息之后，他又让公孙大人出来见我，向我询问了一番。那不知包大人打算在什么地方拦截那篇寿礼？那倒是没有说，只是让我们查实东西运送的时间还有方式。五爷，进来。五爷，这楼下有位姓蒋的公子，说是要见五爷。快快有请。是。蒋公子，五弟，五弟，四哥，哎呀，四哥，这就是我跟你提过的岳公子。哦，哦，哎呀，久仰久仰啊！在下久闻藩江属大名，今日得见，实乃三生有幸。哎呀，英俊潇洒，真是名不虚传呐！都快赶上我家五弟了。雅兰见过四爷。啊，这位就是金雅兰金姑娘。正是小女子。巾帼不让须眉，巾帼不让须眉啊！各位兄弟，这可是娘娘的寿礼，一定要小心，赶紧的。常达，押运寿礼的事就交给你了。好，路上一切要听从二管家的指挥，小心在意，千万不可整出事来，耽误了娘娘的收成。放心吧，二管家，路上辛苦了。国舅爷驾到！诸位，这些都是30年以上的陈酿，是给娘娘的贺礼，每坛都值上100两银子啊！国舅爷，什么时候出发？赶紧准备，待到护送的刺史来了，就赶紧出发。是，赶紧办。四哥，你带着岳公子还有雅兰姑娘立即回去，找到二哥三哥，然后在东京等我。我暂时要留在陈州，暗中跟踪，以防不测。五弟，你听四哥说啊，不可！你现在是官府明面上悬赏通缉的人，我留陈州，陈州反正没有人认识我，我正好方便侦查啊。你听我说，还是让我留下来好吗？四爷说的有道理，他留下来的确比你有利。你们懂什么？你们走，我留下。庞玉那师兄很狡诈，很难应付的。五弟，我虽然打不过你啊，但四哥我也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万人敌，你瞧不起我？不是这个意思，四哥。哎，依我这个外人来看，四爷留下来的确比你更有利。虽然武功上稍逊于五爷，不过现在留下来可不是打架，而是为了打听消息。四爷的机敏，江湖尽知。有见地啊！啊！我是担心，我跟雅兰姑娘一块上路的话，我们每天都要在一起行走作卧，很容易引起官府怀疑的。那这样吧，为了不引起官府的注意，雅兰可以一路上女扮男装，掩人耳目。好主意！哎，到时候四哥教你一手易容术，包你管用。那就这么定了，你留下来打听消息，我陪雅兰姑娘还有五爷一起去开封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国舅爷到！陈州刺史张宏奉命赶来护送娘娘寿礼。刺史请起，谢钦差国舅大人。出发吧。是。出发。
走。站住！干什么呢？游方道士，能歌善舞，尤其擅长唱道情。要不小道给你唱唱？我看你不是唱道情，是到处讨饭吃的唱道情吧？啊？军爷好严厉呀！我上过饭吃。赶紧走吧！眼下陈州城已经是人人都快吃土了，没有人给你饭吃了啊！走，一身的臭味儿，快走快走快走！军爷，走，快！必有好报，公侯万代。听世间道情，看人间疾苦。30晚上大月亮，强盗起来偷水缸。聋子听见脚步响，瞎子看见半圆墙。哑巴高喊贼来了，马子起来点兵将。命令瘸子干墙，刀在正把水缸扛。大爷，你看这人间疾苦，世间道情，给穷人们赏碗饭吃吧，赏给穷人一碗饭吃吧，赏碗饭吃吧。哎呀，大爷，再给点儿吧。诸位，都是招贤管理、百里挑一的豪杰。国舅爷信任我们，把如此重要的差事交给我们，我们一定要齐心协力，圆满完成这次任务。来，让国舅爷瞧瞧咱们绿林好汉的本事。陈教头说的对呀，说这倒不错。国舅爷叫咱们办差，可具体是什么他也不告诉咱们。您看这个是不是对咱们不太信任？这不是不信任，要是不信任，国舅爷能把如此重要的差事交给我们吗？这总教头说的对，这保密和信任原本就是两码子事情嘛。邓总教头，这次差事要办多久？你给大家说说，让大家也好有个心理准备。吃的喝的，国舅爷已经准备好了，所需的时间大概是20天到1个月。沈兄，随时果然来了。沈兄吩咐，敢不从命？事情有变，有变？变在哪里？我在招贤馆里一直盯着那些装黄金的酒坛子，但那些酒坛子并没有人靠近，甚至于那些封口都没有启开的迹象，都是一些老封口。所以我怀疑，黄金并没有装在酒坛里。没错。那他们能把黄金藏在哪儿呢？今日下午，邓车召集招贤馆里20多位高手，说是有另一种重要的差事需要押运。掌柜的，来客人了。干嘛？几位客官可是要住店啊？店里有没有来了一位姓韩的客人和姓徐的客人？正是，还有一姓蒋的也说去城里谈生意呢。带路。好，客官请。韩爷，有客人找您。二哥、三哥，五弟，老五，见到你们真是太好了。你总算来了。是啊，一路上辛苦了吧？我跟你们介绍一下，岳公子。见过二爷、三爷。久仰。久仰。雅兰姑娘。二爷、三爷，
哎，五弟，不对吧？这明明是一个小老爷们儿啊！三哥，你有所不知，雅兰姑娘怕一路上有人怀疑，所以特地女扮男装。五弟，不会是有了媳妇儿了吧？对，三哥你就别拿我开涮了，我跟雅兰姑娘只是萍水相逢。哎呦，咋这么热闹？哎呀，我在隔壁都听见了。五弟啊，你三嫂。哦，原来是三嫂啊！白玉堂见过三嫂。啊，你就是无敌在上，小女子这下有礼了。那这啊哦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岳公子。哦，岳公子，我求你见过岳公子。雅兰姑娘。哦，雅兰姑娘。女扮男装。哦，啥叫女扮男装？就是姑娘家扮成男人的样子。那为啥许她女扮男装，就不许俺女扮男装啊？因为女孩子长得不太好看，都喜欢女扮男装。哎呀，五弟，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？是这个雅兰姑娘是没有我长得好看，是吧？但是不要紧不要紧，雅兰姑娘千万不要自卑哦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女孩子最重要的是心灵美。行了，三嫂，雅兰姑娘也累了，你带雅兰姑娘进屋休息一下，我跟二哥、三哥还有话说。对，那个去休息一下吧啊。哦，好，那我们走吧。啊，徐老师。老三没事啊，这女孩子最重要的就是心灵。有什么消息？回相爷，岳公子已经打听清楚了，庞岳贼子把从陈州搜刮来的万两黄金，分别藏在18坛贡酒里，大张旗鼓地出发了。哦，他们何时动身的？3天前，估计不出10天便可到达汴梁。相爷，学生总觉得这里边有蹊跷。所虑极是，凡是有心之人，都会怀疑这酒坛之中有诈。庞玉并不是愚蠢之辈，一定会想到这一层。相爷，卑职以为庞玉即使有诈，也不在这里。哦，你说说看。沿途各州县均有官兵护送，即使有人想打黄金的主意，也没办法动手，或者说不敢动手。你的意思是，庞玉有恃无恐？对别人他可以无所顾忌，却不能不畏惧相爷。所以你认为，他们在到达汴梁的时候，提前把黄金从酒坛里取出来？对，所以我觉得咱们不能守株待兔，应该迎上去，在开封地界之外拦住他们。只怕是开封府的一举一动，早在人家的严密监视之下了。我们的人还没到，他们早已把赃银转移了。不管怎样，庞玉都会把黄金运回到东京，咱们就给他来个跟金不跟人。相爷，卑职这就前去协助岳公子暗中监视，这样他们的一举一动就都在咱们的掌握之中了。王朝啊，那位岳公子可能担当此任？据卑职观察，那岳华武功不在展昭之下，且精明过人，
他既然能够打听到如此确切的消息，卑职以为他定能够胜任。如此甚好，那就有劳岳公子了。不过我看你还是留在开封为好。相爷，此时府衙并无要紧之事，卑职前去协助岳公子，多一人便多一分力量。若是无事，你还是和张龙、赵虎等人多出去转一转，京城几处热闹之地，多去玩耍一回啊。卑职明白。来，您先给我换点儿。马上，马上倒霉了，别光顾着自己一个人。我马上了，给我。老四啊，哥哥，我给你接风洗尘。哦，来，干一个。给我倒点儿。还有石老师，不许一个人抱着酒坛子喝，给大家伙留点儿。老四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！今天给我老四兄弟接风洗尘，咱们大家一定要喝好。谁要是不喝好，那谁就是装。你骂俺？拿过来啊！我说的是真的，不是说装。笨子，你还骂？大嫂，没，今天不一样。今天这个家教稍微松一点，他喝醉了也没关系，他醉了能咋地？不能咋地。这几个兄弟之间喝嘛，让他喝，让他喝。今儿咱高兴啊，高兴！我敬你一杯，大哥呀，还是你懂兄弟啊！他喝多了，他能咋地？来，你留点儿。眼里边有没有？王护卫，就此留步吧。庞玉这次不光有沿途的官兵护送，更少不了武林败类的暗中保护。公子此去一定要万分小心。小的谨记。那我就在相府等候公子的消息。那我就先告辞了。好，一路保重。保重。驾。来，喝了这杯，还有3杯。这么说，公开运送的那些酒坛子只不过是幌子而已。对了，五弟，二哥，其实我刚才没喝醉。我告诉你们，这虽然是一个幌子，但对于我们来说，这是天赐良机啊！怎么说呢？你们想啊，现在情况改变了啊，酒坛子底下没装金子，可是他们不知道啊，这开封府、太师府一个攻一个守，朱丽耍全在酒坛子那儿。我们兄弟几个正好下手，唰，我们去干我们的活，把这金子抢过来。可是我有点担。那什么呀？那包大人不管怎么说，也是个好官啊。如果要是搜不到黄金的话，那皇帝老儿不可能放过他呀。哎呀，没事儿。二哥，我们针对的是展昭，我们又不是针对的包大人，对吧？我就是让天下英雄知道，到底是他展昭戏吴蜀，还是我们吴蜀弄死展昭？哎，二哥，包大人那边你放心，为什么呢？这么些年来，包大人也没少让皇帝老儿面子上挂不住，一直都没事儿，证明皇帝老儿宠他，所以包大人这次也断然无事。老虎啊，老四啊，那岳公子回来的时候，咱们怎么跟他说呀？二爷，你回来了。五爷他们都在吗？都在呢。好。
岳公子。哎，请进，请进。岳公子，来，都认识啊。二爷、四爷、五爷，我刚从开封府赶来，有重要的情况。玉，张将军请了。钟大人请了。末将奉令前来迎接受礼。钟大人可跟下官一起去拜见二管家。请。末将石塘关刺史钟士全见过二管家。无需多礼。刺史大人可是前来迎护受礼？正是。好，有劳刺史大人了。二管家，末将差事已了。张刺史这几天辛苦了，回府后我一定将张刺史这几天的辛苦如实向太师禀报。多谢二管家。好，走吧。恭送二管家。出发。就。此事关系重大，千万不能有半点差池，还望各位鼎力相助。岳公子，你这个消息的确重要。哎，我特别佩服包大人的分析，分析的再亮。那庞玉、庞贼想玩个金盆风过，那他们也必须在开封境内动手，是吧？那就不如……但是，哎呀，不行！谁去呀？谁？二哥？二哥嘴笨，确实嘛。哦，三哥。三哥就是个浑人。蒋平我呢，数次前往陈州，早就在对方备案之中了。我一去，立马引起怀疑。武帝呢？武帝长得太显眼了。一去就认出来了，这如何是好呢？这不会吧？难不成就只剩下麻烦岳公子你？不行！这个人选，他必须胆大心细，而且智勇过人啊！岳公子你别误会了，蒋平不是瞧不起你，我就是觉得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，我们随时保持联络。我先告辞了。二哥，岳公子能行吗？哎，你行不行啊？小婿见过岳父大人。路上情况如何？唐望他们已过食堂，还没遇到麻烦吧？沿途都有官兵交替护送，就算是有人想找麻烦，他也没那个胆量啊。一般的绿林强盗，老夫并不担心。岳父大人宽心，那开封府的王马、张赵等人，整天在京城的大街小巷游荡，这茶楼进、酒馆出，哪热闹往哪扎，一定是在忙于城内的什么案子。死死地盯着他们，只要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位离开汴梁城，即刻禀报。小婿明白。见过相爷。哦，怎么样？岳公子那边有消息吗？还没有。庞府那边呢？庞府也没有任何动静。按照时辰计算，那批东西也就在这1、2天之内，就应该进到开封地界了。卑职晚上便出城，好好打探一下。不必，越是紧要关头，越应该镇定自如。二管家，前面就是开封地界。这里离京城还有1天的路程，太师也没派别的官员前来，那就有劳刺史大人多辛苦2天，将我们直接护送到京城。到时，太师自会在府上设宴答谢。若能拜见太师，
当面给他老人家请安，下官不胜荣幸。驾！这。月华，快进来。五爷他们人呢？昨天早上就出发了，分头监视受理的动向。可是他们走了，怎么不跟我联络啊？临行时，五爷一再叮嘱，监视受理的事情就不用你再操心了，让我们一道赶往开封府，在大相国寺旁边的龙兴客店住下，等着跟他们会合。驾！驾！岳公子，岳公子，王护卫，他们明日即到。好，我们在汴梁城外动手。更衣出场。是。太爷，太爷，包拯带着人出城门了。去了哪个方向？南门。快去找何公公，让他马上禀报娘娘。是。前面是什么人？下官不知。去告诉他，赶紧闪开，给娘娘的寿礼让道。前面的官兵听着，护送娘娘寿礼的车队在此。你就是负责运送娘娘寿礼的？正是。在下御前6品带刀侍卫王朝。这。原来阁下就是王朝王护卫。包大人得到举报，有人利用娘娘的寿礼私藏禁物，包大人亲自前来检查，请阁下配合。这，王护卫，下官只是半路接送，不知详情。全程护卫的是太师府的2管家庞望，请庞望前来回话。王护卫稍后。这。那人怎么还不让道？2管家，前面的是开封府的包大人。包拯。虽说包拯和我家太爷都是朝廷重臣，可我们押送的是娘娘的寿礼，总不能让娘娘给他个包黑炭让道吧？王朝叫2管家前去回话。我给他回什么话？王朝说有人向开封府举报，娘娘的寿礼中夹带有违禁物，包大人亲自带人前来检视查证。这该如何是好？请庞望前来回话。这。
上。王护卫，小的有礼了。有人举报娘娘的寿礼中私藏禁物，包大人亲自前来检查，请配合。我们押送的是娘娘的寿礼，岂能随便检视？上！上！哎！哎！你们可不能乱动！哎！走！这可是娘娘的寿礼啊！有请相爷。相爷，请看。来呀，查！住手！给我住手！包大人，孙大人，请问包大人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有人举报娘娘的寿礼当中私藏禁物，本官特来查看。是何方刁民这般诬告？是否属实，一查便知。包大人，不过是10几坛贡酒，这一眼就看得明明白白，包大人还要如何核查？孙大人，酒坛之中若藏有物品，一眼可是看不出来呀。包大人想破缸砸坛，不得已而为之。不行，这酒坛砸破岂能复原？大不了包某再赔娘娘18坛贡酒。哼，这些贡酒是庞国舅献给娘娘的寿礼，岂能容你等恣意妄行？你这里说破就破，说换就换？请问包大人，这万岁要是怪罪下来，您吃罪得起吗？放心，到时包某自会向皇上娘娘负荆请罪。来呀，给我查！岂敢放肆！王朝，你有胆量就把本官杀了！唐太师到，住手！义父大人，王朝，一个小小的6品校尉，居然敢对朝廷2品大员动刀，岂有此理，罪不容赦！太师息怒，在下正在执行公务，孙大人却百般阻挠在先，亮剑行凶在后，这才是违乱法纪，扰乱朝纲。孙荣是在保护娘娘的寿礼，办的是公事，是皇家的事，是顶天的大事。哼！太师此言差矣。娘娘的寿礼，那只不过是贵府和娘娘的私事，与公事扯不上边。这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娘娘的事就是皇家的事，皇家的事就是公事，就是顶天的大事。本官只知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。包大人，请你放尊重一些，不要侮辱娘娘。侮辱娘娘就是侮辱皇上，就是犯上作乱。在包某的眼中，只有国法，无论什么人，胆敢违法乱纪，一定严惩不贷。给我搜！慢！谁敢动娘娘的寿礼，就先从我身上踏过去吧！哼！王朝在，将他3人轰开。是。圣旨到。传皇上口谕，传包拯、庞吉、孙荣等前往奉先殿面阵，钦此。领旨，谢恩。
庞太师，包大人，请吧。庞王，太爷，看好寿礼。太爷好，在，押着这3车贡酒，跟本官一起进宫面圣。包拯是。你不要欺人太甚。庞太师，何必如此惊慌啊？老夫何时惊慌了？哼，好，既然如此，我们一起去进宫面圣。走。跟着他们，千万不要让他们动手礼。岳父大人，事已至此，我们也只能进宫面圣。说不定到了宫里，娘娘能让皇上阻止包黑子。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！平身。谢万岁！庞吉、包拯，臣在。在。听说你2人在市井之上恶言相向，大动干戈。你们2人都是朝廷重臣，怎么做出有如市井小民的事儿啊？成何体统？启禀万岁，小儿庞玉因庞妃娘娘30寿诞，特请陈州名师酿了18坛陈酿送往京城，可包拯故意制造事端，企图破坛检查，这就是羞辱娘娘、藐视圣上，这大逆不道啊！不就是几坛子酒吗？值得你们大动干戈？启奏万岁，臣接到陈州百姓的举报，说庞玉给娘娘的18坛贡酒当中，隐藏着来路不明的黄金万两，因此臣才亲自前往查查。启禀万岁，包拯血口喷人！血口喷人！事实胜于雄辩，请万岁下旨允臣查看，真相自然大白。万岁，这包拯分明是在欺负臣妾，求万岁对臣妾做主。万岁，损害寿礼，不仅仅是冲了娘娘的寿喜，也危害了江山大计呀！是啊，此事不只关系到皇室的体面，更关系到我大宋朝的气息。包拯，我看你就暂且先收手吧。陛下，既然有人举报，臣就要查证落实，否则臣就是失职。你说这举报之人现在何处啊？臣已派人护送他出城。这么重要的证人，怎么放他走了呢？臣以为此案有物证即可。万岁，包拯明明是强词夺理呀！庞太师，既然心中无鬼，何惧包拯一查呀？